台台水一年呢，尤其更加，我们台湾的风采季节也到位。气象局路讲呢，也个由于热带性大气压有可能发展做强土风采哦。到来看风台水配的国家用来做，我来到德国看那些，也很多年来全世界的天时引来也唔正常，唔单止台湾会播台水，同台湾比起来，提高法。让人也冇按到的欧洲，在20年来也不是会播台水。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除了面对要播台水造成的影响以外，也有阿尔卑斯山内的土石流。嗰种无论欧盟、德国政府，也算巴伐利亚邦政府，都连沙提出防风计划。而能轻重要的第一步，系同民众讲，哪只个个饮水，乃唔是下皮肤嘅，本民众可能要用来避免灾害。减少伤害。自1990年开始时，欧洲大陆禁播台水，严重的威胁人民生活安全。从2002年8月，讲起欧洲几10年来最大的水灾，像伫德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超过100亿欧元。德国南部。美的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巴伐利亚邦，行卡起就是唔得。1999, 2005。喺巴伐利亚西南片的Eschweiler小镇，20年来行卡起当年就播台水。就算遇到居民做出关的，不过财产的损失也已大。1999 eine Überschwemmung und 2005 hatten wir eine Überschwemmung und der Schaden belief sich in Zehntausenden von Euros. 10.000 Euro? Ja, etliche 10.000 Euro. 因此，欧洲禁播台水，2007年代。欧盟理事会还通过，要求会员国在2011年底前完成全欧盟的风水灾害风险评估。德国巴伐利亚邦政府还在去年进行完成的全邦的评估，还做得本民众随时扫描一查。在德国巴伐利亚呢，唔像我透过网络呢，制作啲唔系啲素材做太水嘅机会。像后边呢，系记者系啲丽莎，唔同丽莎初次打上业，做发现一片做太水嘅机会唔太。不过呢，唔从地图表看睇是的，如果看到前面的河坝系红色的气味，就表示100年地度可能会做太水；黄色的是代表落太雨的时间呢，可能就会做太水。Die Flächen werden in Karten dargestellt und es gibt auch Rechtsverordnungen, die dann innerhalb dieser Flächen gewisse Auflagen vorschreiben. In dieser Fläche ist es zum Beispiel verboten, neue bauliche Anlagen, neue Häuser zu errichten. 这邦政府2001年委托慕尼黑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头摆不太水印象，天天时间当家嘅唔记得，甚至有将近50%嘅民众根本唔记得前2年，也就是1999年，是发生过很严重嘅水灾。故所公部门是要透过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民众，不太水的威胁一直都还在。Deswegen das dritte Handlungsfeld, die Hochwasservorsorge. Die Leute, die Bürger müssen lernen, mit dem Hochwasser zu leben. Sie müssen wissen, welche Gefahren kommen auf sie zu und sie sollten sich dann entsprechend einstellen. 在极端的气候下，德国巴伐利亚邦政府提醒民众那片会不太水，为民众了解，虽冇办法完全闪开水灾，不过至少做得程度，让嘅漏水穷下。下个新闻王宣玉、陈俊明，德国报道。